所以即马咧讲即个新创造的人啦，吼，个 new creation， 咱的生命吼，安怎样变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就讲做基督徒安怎变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啦？吼，这是拄仔咧讲到即个即个咱的人生、咱的生命的即个更新变化啦。讲咱有可能是亲像即个糖同款啦，这糖是受限制嘛，咱的肉体生命吼。受限制嘛，毋过咱咧讲，咱有法度超越即个肉体无？超越肉体变做一个会飞的物件无？就讲这其实这只糖嘛无飞去啊，伊嘛是抑过即个糖，总是伊安怎样互这生命更新变化变做一个自由的，无互即个有限即个身躯家绑死伫即个所在，变做一个野啊，变做会飞。即咱读即个高罗斯伫即个监狱内底写的即个诗吼。伊个诗嘛是咧讲安尼嘛，我甲上帝讨，讲我要爱一个即个水的即个蝴蝶，总是上帝赐予我一个安尼毛毛虫，又丑陋又可怕总是咱看无咧，总是即个毛毛虫后来安怎样变做野咧就是讲即个生命，共一个生命总是咱的生命会当安怎样超越，安怎样渐渐变做一个即个自由的即个生命啦即个新创造所以我咧讲，这新甲旧这这是一个延续行过来啦，毋是新甲旧，毋是一个两个完全拆离的即个物件所以咱讲生命这更新这是一个转化啦是一个转化甲咱原来即个生命转向用基督来活，我即个生命是我伫遮我即摆用我家己来活的时候，我哪像迄只糖嘛总是我安怎样甲我即个生命更新变化。我耶稣讲，你着看无家己背十字架啦。讲我若甲家己放落来时阵拄着讲我儿子基督夹伫我内面来活的时阵咱生命对遐开始转化人生开始转化，变做一个亲像野共款，变做一个自由的人，变做一个无受拘束、无禁忌无什么款阻碍的一个人。就是讲咱生命会当去经验即款的即个自由性啦这自由性伫遮，我是讲有三个即个啦三个即个无共款的即个面向啦。一个是讲割合啦 ，reconciliation。咱的信仰内底有一项真要紧的物件，就是讲割合。割合就是讲咱甲上帝的关系割合嘛。咱本来是罪人，甲上帝的关系拆离嘛所以咱安怎割合？这割合是一个真大的即个力你若捌去经验，甲朋友误解两个人怎无讲话迄款的艰苦心，甲后来化解大家人共通迄款的欢喜迄个割合，这是一个真大的即个祝福啦。所以这圣经内底讲到这 reconciliation， 这保罗咧讲，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咱甲上帝割合咧。就是咱甲上帝本来是因为罪甲咱拆离开去，但我甲上帝割合咧。本来甲爸母安尼两个人冤家创啥，即马受接纳咧即款的即个欢喜平安，这是非常大的即个所以讲这是医治啦，reconciliation是讲甲伊迄个破裂咧甲伊弥补起来啦。这真趣味啦，咱即个教会咧讲的即拯救salvation， 也是讲 redemption伫即个原来意思，甲即个医生咱叫医生无？医生咧讲的即个healing是共字啦。意思是讲啥物是救赎？救赎就是医治啦。救赎就是医治嘛。是上帝甲咱救赎，就是上帝甲咱治疗、甲咱医治，互咱迄个破裂的关系搁再好。所以就过好就复合啦。原来好的拆离嘛，原来若是分开的，迄就无问题嘛，对吧？咱本来真好，咱两个冤家冤家搁再好，这个才是有一个医治的意思嘛。咱本来就无熟悉两人做伙，这无啥物医治，无啥物医治的意思咧。所以这个 reconciliation 这个治疗、医治，这甲这拯救是有一个互相关联的啦这是咧讲到repair 修复啦修复。对reconciliation 较是咧讲关系。repair 是歹去，甲你补咧这是讲关系上的这个福德啦搁再恢复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圣经内底讲的这割合，除了咱甲上帝割合以外也讲到人甲人的割合啦。你读这圣经这创世纪内底，我后礼拜要讲这部分创世纪内底咧讲到这人犯罪犯罪破坏关系嘛，破坏关系是五个面向的关系拢破坏你读这个
即个人吼，即蛇引诱犯罪了吼，讲这人甲上帝的关系破坏，人甲人的关系破坏，人甲蛇的关系破坏，即上帝甲蛇的关系嘛破坏，人甲家己的关系嘛破坏啊。所以你看即个故事内底咧讲的吼，即原来上帝创造的即个关系是好嘛，人甲上帝会当面对面的。人甲即个土地、甲即个蛇拢会当讲话，拢会当有即个亲密的即个关联的。人甲人即个阿东甲夏娃讲你是我骨内骨肉内肉吼，比我家己我亲的。总是怎啊犯罪咧到底？你看即个咒诅吼，就五个拢破坏啦。而且阿东甲夏娃两个人相体嘛，相体啦，是伊叫我食我才食的嘛。本来是骨内骨肉内肉，即马掺担汤嘛，我甲担汤啊。毋通安尼尔，即夏娃讲阿东要替互我，我替互上帝嘛。你即阿东嘛是啊，你创造互我即个负责人吼，你做互我即个负责人，叫我食。夏娃讲是蛇嘛，蛇叫我食，体嘛吼。所以人甲蛇的关系破坏，上帝咒诅蛇，上帝咒诅人诶。所以这负责人的护卫要打蛇的头蛇要加即个负责人护卫脚顶啦吼。规个即个关系受破坏去咧，所以即个透过耶稣基督即个过河，除了咱甲上帝过河以外吼，也是咧讲即个其他即个咱的人生生命即个关系过河啦。所以即个是一个讲即个harmony 哈，即个和谐即个状态哈，这是 reconciliation。另外一个就是讲即 reunion 哈，即团聚啦，过河是即关系好咧。这关系好了后，安怎样 reunion？ 安怎样会当团聚啦？会当过一摆安尼，诚做即个互相接纳的，互相接纳家己的人啊！这是即个 reunion。另外一个就是 resurrection， 搁活啦，咱的生命重新搁再起来，这是新存有的状态啦哈！这圣经就是讲克服死亡啦，所以这保罗咧讲出死入生啦。出死入生啦，这毋是讲出生入死，咱咧讲出生入死是冒险去做代志吼。伊讲出死入生是讲咱的生命吼，这死已经袂当甲限制啦，死袂当甲限制吼。这是讲咱安怎样转化这个人生转化这个生命啊。所以你看这个保罗伫这哥林多后书是无15章啦，你讲到这个死啊，你的毒钩伫倒位死亡的毒钩就无法度甲咱威胁。这人若是会当活到一个程度去看着讲，参死拢威胁咱未来的时阵吼，迄个 peaceful， 迄个平安吼，迄个和谐这个状态，就自然就走出来了吼。我喺后面遮吼有引用一寡即个神学家，我以前介绍的即个铁器吼，伊的一寡咧讲，即新创造是啥物啦？有几个即部分吼，咱来做伙分享啊。伊咧讲。Faith is the state of being ultimate concern。这我以前捌讲过，就是讲信仰是啥物？是终局，处身伫这终局关怀的状态啦。这是信仰啊。所以一个有新创造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人呢。有信仰的人，就是讲伊有这个终局关怀的这个状态啦。有这款 ultimate， 还是讲这个圣经内底咧讲这真心、真性、真力、真意无保留这款的这个生命这个状态这是铁里嗰咧讲的这个部分还是讲 faith is an act of finite being who is grasped by and turned to the infinite。就讲这个有限的人有限的人伊互这个无限甲伊掠着，佮用这个无限来转移来转移的这个部分，信仰是互迄个无限所掠着的有限者转向无限的一种行动啦。咱是有限的人咱去互这个无限超越，甲咱掠着咧。咱受掠着了后，咱咧转向这个无限，咱的生命转向这个无限的一个行动，这是咱的信仰。这较贴合啦不过伊咧甲咱讲到讲，其实这个信仰就是一个咱的生命这个状态，咱活的这个状态安怎咧超越这个限制，安怎甲咱这个限制甲伊超越过去？所以讲更新变化是安尼来嘛这也是提里去伊讲 God does not exist, He is being itself beyond essence and existence. Therefore, to argue that exists is to deny Him 伊讲这个
对啊，伊讲上帝是无存在啊，吼，伊是超越本质甲存在的存有本身啊，所以吼，争辩上帝存在是咧否定上帝，这吼，这上帝无存在吼，这是我想咱即马讲神学啦吼，上帝伊讲上帝若存在，上帝就毋是上帝啦，啊，这是安怎？是对这个存在来讲啦。你知影即个在啊？在啊，在是啥物意思？在就是有空间甲时间叫做在嘛，对吧？啥物物件有在？伊也有在啦，伫遮对吧？倒也有在啦，啊，伊啊倒也有在吼，伊就是伫即个空间内底啦，啊，伫即个时间啦，今仔日即个时阵啊，伫即个所在叫做在啦，啊，在就是有限制嘛，伊啊伫遮就袂当伫遐啦。倒啊，伫遮就袂当伫遐嘛，所以伊是在啦。所以伊咧讲存在的时阵，咱是咧讲一个有时间、空间限制的即个实体啦，迄叫做存在啦。所以咱若甲上帝叫做存在的时阵，咱是甲上帝限制做一个有限的上帝啦，互时间甲空间限制的，这是头一项。所以伊讲上帝是无存在啦。啊，上帝若无存在，无上帝安怎？伊讲上帝是存有，这甲即个海德格，即个德国的即个哲学家海德格共款。海德格嘛是咧讲这啦，being itself 即存有的本身，咱敢当讲上帝有啦，总是上帝不在，有上帝无有啦，所以咱敢当讲上帝有嘛，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嘛，敢是？这是咱咧讲啊，上帝无所不在啊，无所不在是安怎？一个意思是讲伊逐位拢伫咧啦，对吧？无所不在嘛，没有一个地方不在的，逐位拢伫咧嘛。就另外一个意思是讲，他都不在，可是啊。因为他都不被这个地方给限制嘛，所以伊无无 fix 的这些所在嘛。所以我顶回咧讲这个田立克哈，咧讲这个上帝观的革命，你毋知你会记得无？啊，头一种的上帝观是讲上帝高高在上嘛，压制啊哈，啊总是吼，这压制啊，这伫这个宇宙观改变，咱的科学改变了后，讲这地球是圆的时阵吼。压制啊，高高在上的上帝无意思起来，敢是？上帝无伫遐嘛？因为高高在上，咱即马暗时啊呢，咱即马看起来咱是徛伫顶悬，其实咱是倒头柄啦。对这个外太空来看咧吼，所以是倒头柄啦。所以高高在上是下骹咧。所以这悬低失去意义啦。这科学的宇宙观，互咱看就讲悬低无意义嘛。啊，悬低无意义，啊无就上帝伫三会啊，伫这地球的这四周围伫遐飘动啊。伊讲铁理讲无啊。啊，天理课讲上帝无伫这啦，上帝都讲伫你的心内啊，depth 伫你的心，所以咱安怎认捌上帝？咱若无认捌家己，咱袂认捌上帝。但是你若毋捌家己，你安怎认？因为上帝是你的生命主，上帝才有意义啦。上帝若甲你无关系，迄个上帝是宗教哲学的上帝，是无？咱会当来研究一个上帝的即个理论啦，迄甲我无关系嘛。啊，咱基督徒咧讲的上帝，毋是迄个理论的上帝，咱基督讲的上帝是我个别的上帝嘛。我伫教会内底家祈祷的上帝嘛，但是所以迄个上帝是甲我的生命有关系，所以我要捌即个上帝是，即个上帝甲我有啥物关系？即个上帝才是我的上帝啦。即个上帝若是干我知识上去嘅研究，即个上帝，即个上帝甲我无关系啦。所以这是讲信仰的上帝。我常常咧讲，神学甲宗教哲学有啥物无共款？你若去摕这个神学甲宗教哲学摕来甲比较吼。内容大部分拢共款啊，但是拢嘛研究遐物件。总是神学甲宗教哲学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宗教哲学的课程吼，袂去甲你规定，你都爱基督徒才来读啊。神学的课程会讲，你都爱洗礼了，我才来受啊。但是你去神学院问看嘛，倒一个神学院讲你无信无洗礼，我甲你受袂啊？敢是？啊，总是你讲宗教哲学你去读，无人甲你讲，你都爱做基督徒，你爱做佛教徒才来读，无人甲你讲安尼。因为迄是一个知识嘛，意思是讲啥？是讲咱做神学咧讲上帝神是无距离的啦，无这 distance， 无距离哦。意思是讲这上帝是我信的，我才，所以讲这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啦。神学是透过你有信仰，然后你才了解啦，敢是？咱要了解咱的上帝是我信伊，所以我了解伊啦。宗教听是我了解伊，我才知啦。我研究了，我才知嘛。要信毋信了毋知总是神学毋是神学，你一定要有信仰，是信仰找即个了解。
这是无共款的这个部分是这样。所以这个天理学家讲是讲上帝是无存在，伊是超越这个本质甲存在的存有啦。所以我讲，你敢会当讲有啊？有上帝无？有啊，有存在无？无存在吼，无存在。所以用超越这个存在的，超越这个本质甲存在的这个存有本身。所以争辩上帝的存在拄拄是咧否定伊啦。啊，上帝有存在伫遮了，啊，你上帝若伫遮了，伊就无上帝的本质啊。你会记得这个摩西伫这个旷野的时阵啊，这上帝看到这个啥，这个支配火烧啊，上帝甲伊讲你都爱去埃及甲我的百姓救出来。啊，这摩西安尼甲上帝论输伊呢到尾手甲讲好啦，无来去啊，总是我来去我迄兄弟姊妹来家问讲是啥物人叫你来，我要安怎讲？对啊，你发一个名，敢是？上帝安怎讲？上帝讲 I am who I am。我是讲伊迄翻译嘛会当翻译做个 I am who I will be。伊意思是啥物？因为我无名啦，你看即个雅各伫即个雅博的渡口，甲即个天使摔跤会记得无？摔到尾手，这天使输伊啊，敢是？就天光啊，天使要走，伊就甲扭咧，讲你袂使走，你讲你的名，敢是？天使安怎讲？讲咪使问我的名，你袂当问我的名啦，颠倒你就爱甲我讲你的名，敢是？所以叫你什么名？伊讲我雅各，我甲你改名，叫做以色列。这号名这号名是一个真大学问圣经内底上帝是无名的上帝，所以你知影这个希伯来文你写上帝这是未发音的咧。你有读希伯来文这个耶和华这是未当发音，干咧有母音无子音嘛？有母音做无子音就是发不出来，你知？咱咧发音拢是母音加子音才甲这个音发出来嘛。干咧母音无子音就音发不出来，所以上帝是未发音的咧。未发音咱硬甲发嘛。硬甲发就发出耶和华来所以即马这新约的圣经无翻做耶和华啦，新约的圣经倒转来会做上主嘛，耶和华就无去啊咧。这都毋是安尼发的，这较重要意思是讲，这号名是啥物意思？号名就是这权力的展现啦。我有一摆去这美国的这个南威尔大学去的时阵，这南威尔大学的神学院就招因遐老师讲，中昼顿叫我去食饭，甲因做讲叫我讲，我就讲这号名我讲号名。我讲圣经内底上帝是不爱用号名的，是安怎？因为号名表示我宰子啦，是无？咱的囡仔送人的号名，爸母嘛，对无？爸母号囡仔的名是要怎？就是要宰子囡仔嘛。我甲你号进宰啊，号这啥物？这我甲你号名是我问你安尼嘛，敢毋是？是我宰子你，我期待你做我爱。所以啥物人有权甲囡仔号名？你个囡仔袂摕路边叫凊彩人咧号名？爸母若无好，就是阿公阿嬷好嘛，敢是？这是有一个权力的伫咧啦，我有权力甲好啦，别人无权力。咱即马是讲开始有囡仔较侪啦，囡仔即马会当改2摆名啦，敢是？爸母甲好，我若无爱，我就改名即马会当改2摆，一定甲他改1摆，才改2摆。这是一个宰制性的意思宰制性的意思讲我若是甲你号名，我就用这个名甲你控制嘛，敢是？你甲囡仔名一直叫到尾，这个囡仔变做安尼嘛，敢是？这是咱咧甲叫名甲号名甲伊限制来，来限制。上帝大家人拢要甲号名，敢是？伫咱的生活内底，咱想要甲上帝号名，是咱要控制上帝嘛？咱祈祷嘛，要甲上帝控制敢是？所以这祈祷听咱咧祈祷时，无咧想讲咱安怎称呼上帝我来讲我要叫上帝听我，祈祷开始讲万军的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是战神啊！你叫战神要听你咧，战神要招待敢是？这是讲咱咧称呼这个上帝的时阵甲咱对这上帝的这个属性的了解有配合无？三位一体上帝，拢会使啦。我意思是讲号名是一个宰制的这个工作宰制的工作是讲上帝是互咱未宰制的啦。所以圣经这个天父嘛问题即摆若父母神他讲你叫天父阮女会免啦。所以咱就是讲叫天父叫到尾手咱怎变做教会上过头男性主义咧？这女的咱讲这教会这女的是比人较济呢，算起来这中级拢男的较济咧，敢是？所以这号名爱读细起来，号名就是一种权力的这个展现。圣经内底上帝讲我是无名的上帝啦，是吧？上帝无名，上帝的面是看袂到，所以这摩西一摆讲我要
看上帝面，上帝讲好，你去徛伫倒位，我定是互你看。啊，结果一阵风过吼，摩西伫遐安尼目睭闭紧的时，上帝行过来，讲干你看到伊骹才疼啦，看上帝面看袂到咧。啊，总是吼，圣经内底足侪上帝的名。咱即马这圣经内底有这亚伟Elohim， 这真侪遮名，这些山神咧，这山神、海神、啥物神啊，挂伫上帝的顶端。讲这人吼，若无一个名通号上帝，咱袂平安啦。因为咱一直要控制上帝咱嘛，但是咱祈祷就是要控制上帝咱嘛，对吧？所以咱要控制上帝，总是上帝一直甲咱讲吼，我是自有应有啦。自有应有是啥物？自有应有是 I am I will be 啦。我就是迄个我要成就的啦。所以你要安怎捌我？捌我是对我的作为来的啦。所以我讲吼，我逐摆这圣诞节啦，叫工队我拢讲这个圣诞节吼，毋是咧纪念啦。是无？咱圣诞节拢纪念啊！你睇圣诞节开始的进程，遐叫做什么？对这个4礼拜前啊，抬杠节嘛。啊，抬杠节吼是咧，毋是咧抬杠圣诞呢？敢是？抬杠节，抬杠圣诞都背起来，要搁抬杠啥物？抬杠节是咧抬杠再临呢？是吧？这期待再临啊！所以咱知影讲，这个纪念生日，我逐年纪念生日有啥物紧张？纪念生日袂紧张啦，佮来食大餐，甲切蛋糕尔，他有啥物紧张对无？啊，总是吼，听候是紧张哦，敢是？你约会的时阵吼，去徛遐，男朋友来，女朋友无来吼，你皮出来咧，敢是？会来袂来毋知影，啊来变安怎毋知影咧？即讲即个期待迄个也袂来吼，这才是紧张嘛。啊，咱的圣诞节，咱即个教会圣诞节袂紧张啦，你知无？你知我意思无？咱逐年过圣诞节，咱都无咧过紧张的圣诞节咧。因为圣诞的抬杠的意义吼，咱消失去啊。咱即马剩圣诞节无抬杠节咧。啊，这就是圣经内底，即个读即个德国的即个神学家吼，即个莫特曼写一本册叫做《小了就 Hope》5万的神学的。伊讲吼，即个圣经内底咧讲的即个物件，咱对上帝的认捌吼，毋是对即个Epiphany，毋是对即个显现节捌上帝啦。咱无对显现节捌上帝，咱是对抬杠节咧捌上帝啦，对即 Advent。啊，实际上对抬杠这啥呢？就讲这上帝是一个永远的上帝。你若回头转去看的上帝，拢是过去的上帝，毋是即卖上帝。你敢若会当看头前的上帝永远吼，你才甲这活活的上帝做伙。啊，所以这是抬杠者嘛。咱基督徒的生命，若要对这信仰开始有活力吼，咱应该爱甲这抬杠者搁甲强调出来啦。毋是去过圣诞节啊，圣诞节会当过，毋是袂当过啦。人家讲我叫你毋通过圣诞节，圣诞节会当过啊，总是吼。毋通互这抬杠节无去啦，就讲咱其实伫这圣诞的进程，这4礼拜吼，这有一个节奏伫遐咧讲到，咱咧期待这耶稣的再临嘛。啊，咱逐年拢咧期待，啊，耶稣再临是啥物？我定定讲这个约翰啊，惊死的约翰吼，啊，伊这个互关监的时阵，派2个这个学生去找这个耶稣啦，他们讲要来是你嘛，啊是阮就听候别人。啊，即吼，你读即个约翰的即个技术吼，这敢无真紧张？伊来自命讲要做即个弥赛亚的开路先锋，啊，做到即摆互掠关咧吼，得要互斩头安尼吼。啊，伊听着耶稣就好咧传道理咧，所以伊叫学生去问讲，敢是你要来？要来是你嘛？啊，你读看这耶稣安怎回答？耶稣无甲回答讲吼，是啊，毋是咧？耶稣讲，你转去甲约翰讲，将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讲互伊听。就是青梅看见，摆开的行，送向人福音传福音的。所以耶稣咧讲这个 Advent， 这耶稣是这基督的再临是一个再临啥物？咱过去吼听候耶稣来咧，听候弥赛亚来，啊弥赛亚来甲钉十字架咧。啊，咱即马伫这个听候再临的时阵，定是耶稣来，啊，咱安怎去款待耶稣？这个紧张性，才互咱这个教会生活吼，伫逐个世代变做一个真有动力，啊，真有即款5万的这个信仰出来啦。袂讲安尼，逐年过圣诞节过到尾手找无步来吼，毋知变啊变新的物件来庆祝圣诞节咧？啊，毋是安尼呢？你若想着讲这逐年咱拢面对即款挑战咧，面对耶稣再临这挑战的时阵吼，这规个教会生活伫迄个所在都无共款去啦。阮牧师讲耶稣已经来啊。耶稣已经来，对，确实。已经来。若毋知影，就是还袂来。啊，就是讲还袂来。啊，阮牧师讲已经来啊，伊无咧甲你行，你毋知影。
迄个就是人讲，还是去食迄个。有可能啦，这就是这个啥，这个托斯托伊哈，托斯泰咧讲的这个鞋匠马丁，就是咧讲安尼嘛。啊，这是耶稣伫这个马太25章咧讲的啦。啊，恁行这个伫我至味细兄弟身上，就行伫我的身上嘛。啊，所以咱这甲我拄仔咧讲，这个耶稣咧讲吼，耶稣这个约翰咧问讲，要来是你嘛，还是阮听候别人吼？耶稣无讲是我咧，耶稣无讲，耶稣讲你去看，意思是嘿。啊，到底来啊咧？已经来啊！咱咧台港这就是讲，伊就伊要来，啊已经来啊。是来啊嘛，啊未来啊。这个上帝都我讲无这空间时间限制咧。你若要听候上帝，你要接待上帝。耶稣讲吼，你今日若行伫我至味细兄弟，就行伫我身上。所以伫我兄弟顶悬，你就看到我。啊，伫我至味细兄弟，你就看到上帝啊咧。所以咱唔通去要干那迎接迄个形式的耶稣嘛。哦，咱应该伫这生活中间随时备办好，咱甲上帝相合的行，这是咱的生命。意思是讲，咱应该互咱的生命变做迄款的生命，毋是讲我干那为着耶稣来，我才要接待嘛。毋通误解我的意思啦哈。你拢会当讲天父，嘛会当讲万军的耶和华。讲伫对的时阵讲对的话啦，是啥意思？我拄仔咧讲，你毋通要讲啊，上帝甲我三听创啥啊，万军的耶和华，这个就无配合嘛。你若讲你今日要送囡仔去做兵，你就万军的耶和华，敢是？你这就去抬啊，敢是？就是讲咱咧称呼上，咱祈祷咧称呼上帝，有意识地咧讲，我即摆咧祈祷啥物？啊，我称呼上帝做一个心款的上帝，是吧？我咧甲一个病人祈祷，我讲这大医生嘛，大牧者嘛，敢是？啊，我袂讲这万军的耶和华，你来医治这个人病，这无配合嘛？啊，伊讲咱祈祷天父嘛，毋是毋对咧。啊，总是讲你若讲一世人拢祈祷天父吼，啊，你敢袂当祈祷天顶的老母，是吧？上帝嘛是咱老母啊！这耶稣讲吼，这个我亲像家母，用我的这个膝盖，甲恁压伫这个膝盖下面，这家母免啦，但是，我意思是讲吼，咱的这个神学语言，还是信仰语言吼，咧塑造咱的这个行为啦。咱干那用一种单一的语言的时阵吼，咱的信仰就怎平滑去啦。啊，所以咱爱开始去想讲，咱免有这信仰的这个语言较多元、较丰富啦。所以毋是讲会使袂使啦，拢会使，无啥袂使。毋过有适当无？啊。啊，就是无咱就祈祷，后边祈祷尔，咱也无咧想啊，敢毋是？每礼拜吼，礼拜咧主持迄个牧师吼，我看要祈祷有啥物？我想较要紧是咱家己安怎祈祷啦，别人安怎祈祷无遐要紧。但是因为咱即马都毋是要去共检查别人的祈祷啊，因为我是讲我的祈祷甲上帝的关系有好势有较要紧啊，敢是？我想吼，我无意思要甲咱讲咱啥物物件对毋对，我是咧讲信仰若要变做甲咱的生命有关系吼，就是咱应该爱甲咱的即个信仰语言变做一个活外语言啦。毋是干呢，咱因为咱这有点难免，咱都学来的嘛吼。伫教会内底啊，教育学啊，学若无去分析的时，咱就怎变做安尼，甲看做一个形式安尼做嘛。而是讲，咱若是真正咧祈祷，咱知影我咧甲上帝讲啥物。咱倒来厝要甲爸爸讨钱，袂讲妈妈，你袂安尼叫嘛？是毋是？就是爸爸就爸爸，要请妈妈，要问妈妈有通食无？你袂讲爸爸，你袂安尼叫嘛？意思是讲，我有意识的，啊，我甲即个关系保持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啦。当我若甲爸爸叫做妈妈，甲妈妈叫爸爸，表示讲我实在是无心嘛，敢是？啊，咱有阵时做基督徒，咱咧甲上帝祈祷是无心嘛，吼，诚意着啦。好来，我甲你讲个了吼。选择啦吼，伊讲是新创作吼，第二部分咧讲到选择啦吼，伊只讲啥物？伊讲吼，冒险失败吼是会当原谅的啦，啊，这无冒险来无经验失败吼。啊，这是全然的破产啦！啊，这是讲咱你讲这新创造的人吼，毋是迄款怎安尼找安全的人啊！这真个新创造是讲，甲这个生命变做一个有路用的，生命有伊的光，有伊这，也是讲咱顶回咧讲做光做盐嘛，啊，做光做盐，所以爱去 risk， 爱去 risk。伊讲 ，He who risk and fail can be forgiven。啊，你若是去试吼，去冒险啊失败吼，这袂要紧，这会当接受啦。He who never risk and never fail is a failure of his whole being。伊规个人拢破产啦，啊！你
唔敢去试，唔敢去冒险。你这生命等于无咧活嘛，啊，这空的生命哈。啊，伊讲这 doubt is an opposite of faith. It is an element of faith. 这天理课讲的啦哈。伊讲这怀疑吼，唔是信仰的方面啦。咱唔免惊怀疑啦。啊，咱有阵想讲，哇，这人怀疑安尼唔好。是讲这个嫌货才是买货的人嘛，敢是啊？哦，有咧怀疑的人，表示有咧追求啦。啊，一个人若参怀疑拢无，拢无问的时，表示伊都无买嘛，啊，无兴趣啊。所以讲这个怀疑是信仰的元素哈，毋是这个对立的物件哈。啊，讲这 decision is a risk rooted in the courage of being free 哈，意思是讲抉择哈，抉择是根植伫这个做自由的人的勇气的一种冒险啦，啊，所以做选择这是一个勇气啦。做选择就是真要紧啊，所以咱一定要有意识的替咱的生命去做抉择啦。咱选择咱要做一个什么款的人，选择咱要做一个什么款的这个存在哈。啊，第三个是讲这个深知勇气哈，就讲安尼新创者哈，这是什么？伊讲 The courage to be is the courage to accept oneself, in spite of being unacceptable 哈。就讲这个深的勇气哈，活的勇气是啥物？是伫无法度接受的中间来接受家己啦，这真要紧啦。就讲咱的生命吼，到尾手背当变做一个有能量的生命，一个真正有这个祝福的生命，你爱接受家己啦。我伫无法度接受的时阵，爱去接受家己。这个勇气吼，这是一个生活的勇气啦，生命的勇气啦。还是讲孤单吼，这是伊讲孤单这字表达家己一个人的痛苦啦，孤单啦哈，表示一个人孤单的这痛苦，总是孤独这句话哈，是彰显一个个体存在的荣耀啦。所以你会当讲孤单，总是你嘛会当讲孤独啦哈。伊这是用一个叫 loneliness， 啊，一个是讲这个 solitude， 啊，这不共款。咱这讲啥？这铁学家吼爱孤独咧，是吧？铁学家爱孤独。因伫孤独的中间吼，伊才开始体验这生命的这个丰富，所以这孤独是一个阳光咧。啊，总是你感觉孤单，我咱就讲被遗弃的感觉，啊，迄是一个人的这个可怜。啊，其实你拢共款啦，孤单拢是你一个人啊，啊，你安怎看待这个民怨做一个人？你安怎看？啊，所以这你讲咱安怎样看咱家己的生命？啊，咱生命这个转一个面去看、去了解哈，啊，咱对这生命的这个无共款的这个态度会走出来哈。啊，这最后伊咧讲到这个相关联的这个神学啦哈，相关联的神学，和相关联的神学是讲人甲所有的自然物哈，拢参与伫家己的罪所扭曲的这个结果中间啦。伊讲耶稣是生存有，耶稣是生存有哈。上帝甲人伫伊的面前决定性对峙啦，咱伫耶稣内底去。甲上帝吼三个对峙啦，啊，这本质甲理想的存有结果吼，是按照无穷尽的这个深的这个所在吼，啊，去展现出来啦，哈，这是这个啊，体理学吼，伊咧讲到这个互相关联的这个性格，咱的生命吼，踮伫这耶稣基督来甲上帝对峙啦，所以咱透过耶稣基督伫遐来经验这个咱甲上帝的这个争执吼，甲这神性的这个争执啦，啊，所以。这个生存有哈，这个要素就是疼、公义、甲勇气啦，啊，疼就是讲咱有法度去包容，有法度去接纳，啊，这是疼。然后这个公义，伫上帝内底这个上帝的这个是非啊，甲这个勇气，生命活咧需要这个勇气啦，这是这个体理学咧讲到这个新创造的这三项，就是讲这信仰。一个讲这个选择，啊，一个讲这个勇气，啊，这是做一个新学人哈，伊提出来这个建议哈。所以真做新创造的人哈，不分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自由人还是奴隶，查甫人还是妇人人哈，啊，在伫讲生命的更新啦，照着这个基督国外画面哈，来展现出听自由甲德性的这个生活。所以咱啊，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哈，是讲咱啊踮伫这个。疼，啊！这疼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的疼，啊！我讲毋是迄个爱迄个疼，因为咱有法度甲这个爱甲转化做疼。咱的感情啦，这台语真趣味，台语甲希腊语较活啦，
台语咧讲即个爱甲讲疼，即个是分开的嘛。啊，毋过咱有定时啊，甲人做伙讲啦。啊，咱若是有意识甲即分开的时阵吼，咱就看着讲即个咱的即个人生价值的无共款啦。爱吼是自我中心的啦，爱是自我中心的，所以你讲这爱有一个讲我要爱嘛，我要take in嘛，摕入来这爱嘛，总是疼吼是give out嘛，所以疼是付出的。啊，这若变倒转来讲，就讲这爱是自私的啦，爱是自私的嘛，对吧？啊，疼是创造的啦，但是你疼对方吼，你就成就对方嘛。啊，这是咱逐个人拢有这两个感情啦。咱这两个感情安怎样去转移啦？就对爱安怎样慢慢转做疼。迄真趣味是做老母吼，你变做老母的疼吼，伊都爱怀孕10个月呢，怀孕9个月、10个月，安尼去经验甲这囡仔这感情哦。啊，到后来这老母的这疼，老母对囝就有疼咧。老母对囝真少咧讲爱啊，爸母疼囝嘛，疼囝就牺牲嘛。牺牲啊，总是伫牺牲的中间感觉满足，伫牺牲的中间感觉成就感，伫牺牲的中间感觉欢喜咧，这是疼。啊，所以咱若是对这疼吼产生出来这生命，你会看到讲，咱其实伫付出的中间，咱咧经验这个丰富咧，所以施比受有福啊，但是伫付出的中间咧经验，我生命是丰富的。啊，这咱有定咧讲不落来。啊，毋过你倒来这做爸母的心情来看，咱对囝儿的这态度，先你看着这施比受有福伫遐咧。啊，是安怎咱家对囝儿会当安尼？咱袂当甲这个感情依赖伫包里啊。我顶下咧讲这个海岸山脉的瑞士人，你看遐人就是会当甲这个爸母对囝儿的疼转移来对甲伊无关系的人啊，对随时走来甲台东啊，伫东部遮甲遮个原住民咧。遐人甲有啥物关系？无关系，总是疼遮个人，甲咱咧疼咱的囝儿共款咧。伊有法度转移啦。啊，因会当转移，表示咱逐个人拢有可能转移啊。是咱的生命有转移无？咱有法度甲咱的疼安尼扩大无？互咱的生命变做一个 creative 创造性的生命无？这是我想咱今日咧讲到讲这个新存有啦。咱人生安怎变做一个新的态度？这吼，咱来我到遐时阵，我定下咧讲吼。你解决你的困扰上好的方法，就是讲吼，你去帮助别人解决别人困扰啦，是吧？咱有定时啊吼，甲咱的注意力拢放伫咱家己的困难的身上，迄个困难愈来愈大，愈来愈大。你若逐日拢咧烦恼，我这个股票毋知会落无吼，啊你直接看伫遐吼，啊逐日拢艰苦咧。当你若袂记你遐个物件，你去帮助别人的时阵吼，别人的代志你着解决，你的代志嘛解决了去。所以咱的这人生真奥妙啦。咱若上过头用我做中心的时阵吼，咱的问题真济啦。当你这我若照去别人较大的时阵吼，你的问题自然消失去了。但是，所以真济人做义工，做啥物去帮助人吼，伊感觉这生命内底直直丰富咧。真济人度无家己的利益，直度无，愈度无问题愈济咧，忧愁愈济嘛吼。所以，这生命这个是一个，咱讲这个趁钱吼。那像咧啉海水啦，愈啉愈水大总是疼心吼，是愈用愈济啦。你毋免惊疼心用了去啦，疼心是愈用的愈济所以你爱去 practice，你 practice 这疼吼，你就发现讲你的人生吼真丰富这是我想讲咱毋茫讲对这个做文道啦对做文道开始讲到这个新生命生命安怎样进行变化？